大家好，我係黃文靜。咁我今日要講嘅主題係對比香港與澳門教學媒介語嘅不同。首先，我介紹翻佢哋嘅背景啦。咁香港同埋澳門都係作為中西文化交匯嘅地方啦，喺一國兩制之下嘅語文教育擁有一個獨特嘅教育框架嘅，兩地均為以粵語為交社交語言。但係喺教育嘅領域之下咧，教育嘅語言媒介就有一啲差異嘅。咁香港所推行嘅係兩文三語嘅教學模式啦，而澳門就推行嘅係三文四語嘅教學模式嘅。咁啊、本文章就本回報就會以對比兩地政策差異為主要內容。首先定義翻香港嘅兩文三語中，兩文所指嘅係中文同埋英文啦，咁三語所指嘅係廣東話、英語同埋普通話嘅。咁澳門嘅三文四語中嘅三文咧，指嘅係中文、葡文同埋英文；四語所指嘅係廣東話、普通話、葡語同埋英文。咁之後就會對比翻兩地之間佢嘅政策框架嘅唔同嘅。首先係講翻香港嘅教育媒介與佢嘅政策主要係受港英政府嘅影響嘅。喺喺1998年回歸之後咧，教育局推行咗母語教學啦，咁大部分學校咧需要以中文教授所有嘅科目嘅，仲有一部分學校可能佢被豁免咗啦，咁佢可以以英語教授啦，所以就中間我哋可以見到出現咗一個英文中學同埋中文中學兩種唔同嘅分流嘅情況啦。咁喺2010年啦，政府就會發現英文中學同埋中文中學佢哋喺社會當中或者教育當中嘅地位有所偏頗，可能大家都會偏向英文嘅中學為主啦。咁教育局就提出咗微調中學教學語言嘅政策嘅。咁呢個政策提出咧，主要係可以俾學校有更加多嘅自由去選擇以中文或者英文作為主要嘅教學語言啦。但係咧就需要滿足一啲指標嘅，咁就例如前列40%嘅學生等啦，咁令到學生其實可以有更加多嘅選擇喺唔同嘅語言環境之下學習嘅。咁之後就係喺而家嘅香港高等教育學府，其實我哋都可以見到，其實係以全英嘅一個教學嘅模式為主。咁可以見到，其實香港主要係以英文呢個語言為重嘅。咁之後就係澳門教學媒介語嘅格局咧，就會呈現出一個比較唔同嘅模式啦。可以見到喺澳葡政府之下嘅澳門人，其實佢唔會不被重視噶。喺當時嘅環境之下，政府淨係注重葡萄牙人嘅教育啦。喺澳門回歸之後咧，三文四語就確立為一個主要嘅教育政策啦。咁澳門喺教育媒介語上，其實佢冇特強制要用咩媒介語啦。咁所以就會見到有出現咗好多唔同嘅學校啦，以粵語為主嘅又有，葡語為主，英語或者中葡嘅都有嘅。咁呢啲學校其實佢長期都並存嘅，令到學生可以有更多元嘅語言教育環境。咁雖然喺2006年咧就有個非高等教育制度綱要誒提出咗頒出，咁佢統一咗教育嘅制度同埋教育嘅政策啦。但其實佢冇為去話要統一一個教育嘅語言嘅，咁都其實係保留咗多元嘅語言教育環境嘅。咁最後總結翻就係，其實我哋可以見到喺香港同埋澳門都係作為一個特別嘅行政區存在啦。咁佢哋大家都擁有獨立嘅教育制度嚟嘅，但係其實可以見到佢哋兩個有完全唔同嘅一個教育媒介語嘅一個教育制度啦。咁呢個可能同兩個地區嘅歷史發展啦，同埋一啲政策都好有關係啦。咁喺對比之下咧，其實可以見到澳門嘅教學媒介語會更加多元化啦，香港會更加偏向英語為主嘅。
咁呢個就係我嘅參考書目啦，多謝大家嘅觀看。